為咗培養學生嘅國家觀念同埋創新精神，我哋今年突破咗傳統嘅學科框架，將 STEAM 教育同埋國民教育有機咁結合，舉辦咗名為 STEAM 乘以中國嘅大型跨科學習週，由葉雪賢校長親自領航，經歷咗幾個月嘅精心策劃，透過沉浸式嘅項目學習，令學生可以喺動手創造中深度咁認識國家嘅發展，樹立文化嘅自信。1、2年班方面，我哋嘅主題名為中華美食小當家，學生化身小廚神，傳承中華文化。喺呢5日入面，學生透過閱讀繪本啟發興趣，並且親手製作點心、黏土、餃子同埋麥芽餅，體驗傳統美食嘅製作工藝。喺活動期間，學校更加安排咗學生參觀酒樓，學習深厚嘅茶葉文化，並且喺專業指導底下嘗試製作燒賣同埋春卷。除咗感官嘅體驗，活動亦都融入咗 STEAM 嘅元素。學生透過實驗測試食物嘅油分，建立健康飲食同埋衛生安全嘅觀念。一集㗎，你可唔可以幫我呢？最後以傳遞關愛作結，學生將親手包裝嘅賀年食品同埋心意卡送俾校工同埋校務處嘅職員，感謝佢哋嘅辛勤付出。今次活動將文化傳承、科學探索同埋品德教育完美咁樣結合，令到學生可以喺歡笑裏邊收穫豐富。3、4年班方面，我哋嘅主題係成古至今。喺呢1個禮拜入邊，學生化身做咗廁紙測試員。老師喺呢1個禮拜入邊，帶領學生由漢代造紙嘅智慧走向現代嘅科學實踐，學習公平測試原則，並且運用 Micro:bit 編程，令到測試自動化、精準化，親身體驗科技如何優化生活嘅抉擇。活動更加融入咗 AI 科技參觀、動手造紙工作坊等等嘅環節。最後透過成果展，向1、2年班嘅師弟師妹分享探究所得，完整實踐從歷史文化、科學方法到科技嘅創新嘅跨學科學習旅程。5、6年級方面，我哋嘅主題係啟航中國航天夢。我哋希望可以藉住呢個主題去點燃學生對航天嘅熱情，展現 STEAM 嘅無限潛能。喺第1日嘅開幕儀式，我哋觀看咗一套由人工智能生成嘅情景影片，以破解來自外星球嘅能源警報為起點。接住落嚟，同學們閱讀咗2本有關於中國航天成就嘅圖書，對我哋國家喺航天發展方面嘅認識又多咗。之後，我哋慢慢咁樣認識我哋嘅天然衛星月球，學識咗月出、月落、月相，仲有月球嘅表面特徵。然後我哋每個人都做咗一個好靚嘅月球燈，仲利用氫煙土整出環形山同埋月海。
整得非常逼真。跟住我哋又學習咗太陽風暴，理解太陽高能源粒子有機會儲存喺月球表面嘅原因。到最後我哋發佈任務同埋分組，每一組都選出咗組長、編程師、工程師、美術設計師同埋發言人。第二日，我哋學習點樣用人工智能設計團隊標誌，利用關鍵詞生成一個屬於同學仔自己嘅團隊標誌。之後，我哋更加學習到有關於 microbit 電路同埋傳感器嘅原理同埋應用。然後我哋終於開始製作月球車，由設計、拼砌、編程、優化及美化，之後去到海報嘅設計、人工智能嘅應用，去到最後第4日，我哋舉辦咗展覽會。呢個學習過程就係我哋希望同學們可以經歷嘅 STEAM 歷程啦。同學可能會問 STEAM 同航天 AI 其實有咩關係呢？等我話俾你聽啦。STEAM 唔單單係5個科目，佢仲係一種全新嘅超能力。佢用科學嘅眼光教我哋點樣好似偵探咁樣去追問。佢結合科技同埋工程，教我哋好似工匠咁樣，可以將一幅天馬行空嘅設計圖變成滾動嘅探險車。佢用藝術嘅心為科技注入美感同埋想像，更加用數學嘅邏輯作為一切思考嘅結實基石。而航天就係呢份超能力嘅極致嘅試煉場，佢關乎人類未來嘅生存。AI 則係我哋呢個時代最強大嘅思維小幫手，佢可以放大我哋嘅創造力，但係方向盤永遠都係握住喺充滿智慧同埋倫理嘅人類手中。同學們呢5日所做嘅，正正係面向未來、關懷人類嘅偉大練習。希望同學們喺呢幾日嘅歷程入面，可以學識 STEAM 呢個超能力嘅思維方式。無論日後遇到咩困難，都唔需要害怕，因為你永遠唔會孤軍作戰，身邊都會有朋友、隊員、老師、家人同我哋一齊去合作同埋分擔。喺今次嘅歷程入面，同學們都根據咗自己嘅長處，負責唔同嘅崗位，令到呢個任務變得更成功。110分我諗係咩嚟？你110分。咁我諗咧就係頭先都講咗啦，我哋好多老師啦，係咪啊？好多主任啦、副校長啦，為你哋準備咗好